講到這環境的議題，來看中華豐原的王公漁港呢，附近有一笪水門，有民眾是發現大量的死魚仔，現場這味是真歹片。在地人是懷疑講，可能是附近這飼豬的業者呢，趁這2天啊落大雨，偷偷啊把廢水排出來，唔才會造成魚仔大量死亡。那縣政府是表示講，會先派人去處理遐個死魚仔，而且來檢測水質，釐清這死亡的真正的原因。大量的魚仔就安尼死去，浮佇水面，現場臭求求。中華豐原王公漁港附近的水門，拜三透早出現死魚仔，數量真濟，而且味真歹片。附近民眾表示，便若落大雨地出現死魚仔，互因真無奈。安尼個死無多咧哦，等到梅雨季節個死的蟲數超過這款的10個。會早是來運動發現到的，主要利用落雨的時間啊。給你偷放廢水，溝渠裡面的內水無法排出，上游又利用大雨的時候排放廢水，造成魚群的大量暴斃死亡。民眾懷疑可能是水門排水歹，加上附近飼豬業者趁落雨天偷排廢水，才會造成魚仔死亡。縣府表示，接到民眾通報，隨來現場處理，進行水質檢驗，水溫大約是23.7度 ，pH 值是7.52，溶氧量1.17，比正常的溶氧量每公升5至10毫克較低。目前初步檢測的水質，它溶氧大概只有1點多。它是屬於比較溶氧偏低的狀況，長雜草所以也比較沒有辦法發現可能的污染源，或者是不是天然因素造成。目前的初步狀況是這樣子。縣府環保局表示，初步調查並無發現污染源，水的溶氧量低是魚仔主要死亡的原因，但是溶氧量低的原因有真儕種可能，稍後會繼續追蹤水質的狀況。那附近的民眾反映，同款的情形已經發生過幾屆，望政府就要加強稽查，找出魚仔死亡的原因。記者楊淑晴，中華報道。